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后礼拜要审查明年度的国防预算，其中国造创水监是编列39亿3200多万。讲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一个人，就针对预算的429项的提案，提出着121案的删减，也就是冻结提案，其中包括冻结着国造创水监3亿。这是互民进党的立委真不满，认为马文君是咧背角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回应讲，这是立委的职权，国防部拢尊重，伊嘛袂针对个人来做任何的裁撤甲解脱。台湾第一只家己制作舰舰，伫9月28号号名落水，10月开始进行停工的测试。明年将会编39亿3263万元的预算，是讲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案冻结3亿。无义无弊嘛，不预测也不认为是必然，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嘛，我们当然予以尊重。我不会对个人做任何一个解读。希望朝野党团呢都能够理性的来讨论，能够加以合理的监督。马文君认为，台湾无舰舰测试的经验，良作执行爱个研究，有关优化项目的来源、执行的方式，是不是影响到后续测试的作为，应该由海军舰舰小组来说明。人事提案的也有南亚立委吴淑怀和廖万祖。不要无限上纲，把自己立法委员的监督行政单位的权利自我阉割。我们有时候撤案，有时候扫删，这些都是过程。为什么我们交接的资料马上出去？我觉得很奇怪，要操作的。马文君如今牵涉到江南国造漏泄弊别的案件，针对明年度国防预算，伊一个人到底公开预算429项的提案，提出121项的提减，冻结预算案，超过提案数量的1/4，引来连赢立委也不满。恶意杯葛在秘密会议里面，这个事情你把国防部叫到你的办公室，他都可以详加跟你做说明。在这样的当下，怎么还敢提这么多阻挡国防预算的案？难道真的以为国人会不生气吗？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是恶意抵制，国民党立委认为这是刑事集权，双方看法不同，互占南国造的风波伫政坛继续炭烧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